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河，欢迎各来到白斋观察。这是一个对大众发声的金融训练节目。众生五梦，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2025年7月，通货膨胀甲前个月 2.7% 相同。核心通货膨胀对前个月 2.9% 升到 3.1%。咱会当对两方面解读这个数据。第一，关税效应也未完全显现，未来物价可能会举悬。第二，厂商当然家己吸收关税的成本，因此物价压力未传到消费者。7月份的 CPI 资料毋是无物价压力，也毋过这款程度的物价压力，可能也是挡袂牢9月17号的降利息。2025年7月，政策利率犹原伫咧 4.5%， 通货膨胀甲前个月 2.7% 同款，核心通货膨胀对前个月 2.9% 升到 3.1%。CPI 报告对市场的影响 ，SYY 对 4.27% 升到 4.29%， 增加2点，变动无大。毋过市场嘛反映有物价压力。2YY 对 3.76% 落到 3.72%， 减少4点。市场犹原对9月份降利息一码有信心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